三国志篇518吴书13陆逊言：吴郡无人也，本名籍，是江东大族。郡守都为同祖庐江太守康代官，袁术与康有信，将公康。吴郡年长于康子基数岁，知纲纪门户。孙权将军，郡年21，始仕幕府，历东西朝令史，出元都尉，并领县事。宪元年抗汉，郡开仓谷平民，劝都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阳多有伏逆，起于不焉。会稽山贼大帅潘炳就所毒害不勤，训以手下赵兵，讨至深陷，所向皆伏1000余人。鄱阳贼帅刘忽作乱，复王讨之，败定力，军屯立府，权以凶策女被训，数访事务，训方今英雄奇，才囊威望，克平凌乱，非后就恶，主身地，夫妇心未平，难以图远而大，取其精锐，权大皮克，上下右部，贼帅废战寿曹公应寿，山东3月，作内应，战之党多而往兵少，郡乃一师牙壮，分部独教，兼古道而前，应时扩散，遂布鲁东3郡，强者5户，得精卒数万人，数恶荡除，所获父亲文武。会稽太守淳于是表训往取名人，酬饶所在，虚言赐，称是佳丽。权曰：是白君而君见之。对曰：是以欲养民，是以白训。若训复毁心，不可防也。权曰：此成长者之志，故人不能与蒙称其体见也。Page 281. 郡往魏，关羽接近，如何远下？后独当可忧也。蒙曰：言。然我病笃。训曰：与今其消息，灵力于有大功，以交事矣。但不北进，未贤于我，闻病，必必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平治。下见至后，既蒙曰：与父勇猛，济南、狄、都，恩庆大行，兼使有功，胆识亦盛，未无也。权问
陆逊亦死身，才堪负重，观其规律，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计。无复事过，若用之，当另外自操名，明辨，然后可克。全乃赵训，拜天将军右部都代蒙。书于语曰：前程官信而动，以律行师，巧取一和微微，敌国败息，力败同盟，文庆府节，共奖王纲，进以不领，受任来西，言目光思又曰：于禁等见过，遐迩心叹，以唐氏虽悉尽闻城图之师，怀因波道之略，上资闻徐晃等少其助兴，窥望归报，超华卢也，南恐前增，以逞其心，虽云之傲，有剽悍，后长虎轻敌，故人让数，君胜弥境，愿方进，以权独克，图书生疏时，前所不堪，乐自清净，虽未合特，犹可怀也。倘明著达之，于览训书，有天下自托之意，亦大安，不所训去，行放，臣其可行之要，全乃其上于吕蒙，前部是即克公安南郡，训境进，欧太拜辅边将军，封华亭侯，内夷都太守，凡有伪诸城，常立及蛮夷军常皆亮，训请金银铜印，以甲授出。建安14年11月也，训遣将军李立、谢经等将3000人，甘燕、陈凤，以江水军，荆江步兵，断色显要火焰等，升降者凤，右攻房陵太守邓府南乡太守郭牧，大子规大姓文部邓凯等合骑兵数千人，首尾西方，训步凯脱斗。Page.282. 属以训令人诱之，部帅排将前后斩获招纳数万，全以训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楼头，石牌至晋或未得所，训上书曰：西汉高命，昭义，光武中兴，群训必至，苟可比西戎道教。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于其父家之恩，令并获自信，然后四海严定，思归大化。黄武元年，刘备巨大，来向西界，全命
训，都督然潘张宋迁韩张学圣先于丹孙桓等5万人去之，被建平连为至夷陵界，历数十屯，以今锦学上右东袭大都张南田部复匡赵存复特别都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宁，欲集皆欲击之。训曰：此必有决，且观之。备之起，乃引伏兵8000，从谷中出。训曰：所以不击班，揣之必有效不也。训上书曰：夷陵要害县，虽易得，亦复易之。失之非胡损一郡之必可忧。今日征之，当令辟邪，备甘先城，而敢自宋。臣虽不才，贫奉威灵，以顺好命坏。在晋，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七，臣初贤之，水陆俱进，今反射不结营，察其不至，必无他变，孰愿至尊高枕？念也。周将并曰：公备当再出，今乃令人5、6里，时今7、8月，其州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己。八路更常事多，其军事急，思虑精专，未今助急救，不得我变，兵疲易举，既不速生。正在今日，乃先攻夷陵，不利。诸将皆曰：兵耳。训曰：吾以小破之之术，乃是各执1把矛，一而事成。通律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其科等，破其40余名，备将渡路刘宁等穷逼请降，被陈兵自赵。训都处 Page.283. 军复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被因夜遁，遭恼怒，仅得驻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陆军资，尸骸漂流，涉江而下，被大惭愧，曰：训所得度，岂非先邪？出。孙桓别号备，备所为，求救于训。训曰：未可。川东公主见为已困，奈何无救？训曰：诚劳良足，无可忧也。待无忌战，欲无救安东，自也。其方略大师，被我崩溃，还后
后见训曰：就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当欲备时，孙策时就将，或公事会期，各自亲事，不相听。汉天曰：刘备先下之名，曹操所惮，今百姓皆强对，诸君并合伯恩，当相齐睦，共建此路，上报相顺，非所谓也。夫虽书生，受命主上，他所诸君使相承望者，以图有事存可称，能忍辱负重故。起复者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即是训，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出度度者邪？训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诸将复亲，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臣虽不诺，切勿相逐寇寻乡下之意，以济国事，权大山，加拜训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后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进表言未必可行，起复公以问训。训与周然若同意。曹溪大河氏，外托度有天亲，仅绝技得才，无品。魏军果出，三方被群并亡，子残其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联合之所宜。权责令训与亮，并刻权印，以示训所传亮书。常过视训，轻重可否，有所不安，并以印封行之。Page 284. 7年，杨太守州访爵为大司马曹休，修国学，杜满，乃训大都督，穆修，修必决之，始见其有，遂交战，训自中部，令州还权从。到越晋，我通修伏兵，因驱走之，追往逐北，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百，驱发被死。诸军阵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欲盖复训门。凡所赐训，皆与物上真，于时或与比邻。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因群。刘太子，皇子提尚书九官，征训辅太子，荆州三郡事，总督军国。时见昌后律于堂前作斗家郎。训政策曰：
君后移秦览经典以自心意，用此和及时之。色生肖未丰于公子中对亲，系兵不正，实力。南阳谢景善流先秦后礼之论，训科景曰：于行以细变而为先圣之交，皆非也。君今是东宫，亦以当得因，若彼之反，不须良也。训虽深大，上书臣时事曰：臣以科法严峻，下犯以来，将立离对，虽无甚可得，然先下未依，小弥恩待，以安下行，且事物日兴，良能先自非兼备人身，难人之过，体腹显用，感其辞，乃圣王忘过济公，以成王业。西汉高舍陈平之阙，中见勋作，功垂天在，夫君法严行也。有伐无怒，非怀远宏威也。权欲显天之趣，皆以资训。训上书曰：臣于以四海未定，居民以济食物，因兵兴历年，见存见必放寝与时，将远归宜州，以定大事。臣子为未见其力，万里袭去，风波难测，民意水谷必至。今须见军事务谋，欲以更损，欲力反不周牙绝险，民由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今江东见。自 Page.285. 当复立而后动耳，西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地下成运，破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驱兵危机时，明这本业，而干戈未及，民有饥寒。臣于己欲养士民，观其主父，克待何？亦以先用，何为民？久有一同矣。权遂征吉州，得不主师，公孙权欲往征。训上书曰：渊平显事故，拘留大无限，时可仇愤，蛮夷华夏，未染王化，俱逆王师，致令陛下爱贺思怒，欲劳办成犯，不虑其危而设无特。方今天下云告，群雄虎争，当生大事，陛下以神武之姿，咸应西运，败备西陵，秦与荆州，思三鲁者当至雄杰，居其化所随，
万里草原，方丈平华夏，总一大游角分。而发雷霆之怒，为垂唐之业，轻万乘之众之所获也。臣闻至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逐，徒四海北怀系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平，陛下无远志归，息事而忧，悔之无及。若是大事时节，则福。今乃远西辽东，之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业乎？起西六师，以威大陆，早定中夏，垂钓，全用纳焉。嘉禾5年，全北征，使训与诸葛张扬。遣亲人韩扁击表奉报，还御敌于缅中，仅闻之甚惧，书与训云：大驾已现，贼得韩扁过峡，携水干，宜当即去。训未达，方催人种。周将还其社稷如常，谨曰：伯言多智略，其当于自来见训。训曰：贼知大驾已现，无所诉，得又以守要害之处，兵将易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数然后出耳，今便是会，贼当为无故，爱之是也。乃密于锦历记，并锦都州传，讯西上必襄阳城，急速旦讯，去还复城，锦便引传出，不武。当破生事，不虚传，敌不敢干。今到白窝岩，骤变。Page 286. 前遣将军周西江下亲至安陆石阳，石阳势盛，郡等掩至人皆曾闻耶户者官，彼乃自着杀己民，然后者何？斩获1000余人，其所生得，皆家民户，不令兵士先找。家属来者，使救料事。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不加。发疾病骸，或有感互相携而归者，临境怀赵卓益阳备将裴生及其王梅吉等，并率师长来复训。周散精血，又为江夏太守代事兼领兵马，托害李就姜文聘子修复不协，训闻其然，即假作答事书云：恳特知与修9节嫌隙，事不两存，欲来归。书表文传相迎，以前数言，更是定期都事。士兵得书以见事，是王去，遂自送妻子还作是无父亲父，
遂移免罢。6年，中郎江州知thị下问郡，郡以此郡民邑东南安，不可与赵后，而知故臣取之。郡民吴惧等我作为杀之。公为州豫章楼陵数个民并应去，寇郡自闻，折好皮或当御将。郡调得精兵8000余人，3郡平，时中收逼，窃弄权柄，擅作威服。郡与太常潘郡同心忧之。后权周一，深以恶德，与在权传，时谢等贤以欲兴立改作，以示下训。训亦曰：我本强由民立，才由民出，夫民因国弱，民其国强也。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弱而令信用立效，亦难也。是以知汉夷民夷人受焉，体垂圣恩，铭记百姓，数年之间。然后更图。自乌7年，代步雍丞相，诏曰：得定其监郡，王图未一，奸鬼冲入，作业不备，为君先资通锐，明德显荣，统镇上将。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定光大。Page .207之痛，怀文武之者，必合社稷之众。西夷引吕上益州，内外之任，君使兼之。今以君持节守太常富长寿印寿，君体茂昭明德，积敬服亡命，随敬四方。呜呼！总司3事，可不敬于君体去之，其州牧都护领5出部。2公并阙，中外直司，多遣子弟给事。后训以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及私出以教富家。中取获，且闻2公是敌，必有彼此人之后继灭。从此地，我阿住鲁王，卿交斗以同曰：卿不知日，时丹而素留阿弟，中足下不知破彼，从既独大，更以志气。及太子有不安之书。太子正统，已有磐石之故，鲁王藩臣，彼此得所，上下莫安，仅叩头流血以闻自上。及求一都，欲口论事数之分，以匡得之，而郡
外生故，盘故成交信。公己亲父太子，访见刘太子太父无叛，作数与训教书。下狱死，全类遣中则训愤会士卒。时年63，家无余财，出土之论，训见戒之，必获。又谓诸曰：言者吾必奉之同生，在我下者，则扶持之。君其上，既灭乎下，非安得之基也。又广陵阳竹生，并谓之中败，劝逐兄不令与别卒。其先睹如此。长子高，次子康其学，孙修时，追训曰昭侯。康字幼节也。训卒时，年20，拜见武校尉，领训。送葬东海，冀都谢恩。孙权以杨竹所白训20，进绝宾客，终止临节。抗无所不问，事调胆意见。是乌9年，先历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皆更善完成为，弃其强屋，居鲁桑过，不得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不屯，颇有毁坏。参太元元年，就都治病，并插章海，却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主父大义不笃。其次288. 父主前后所问，依粉灭之令人见也。建兴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2年，为何旦举寿春将，拜抗柴桑都。复寿春，或谓先征北将军。永安2年，拜镇军将军。分与至白帝3年，甲节，孙浩即位，加镇，领冀州牧。建恒2年，大司马师机卒，拜抗陵仪赵乐乡公安州军事。至乐乡，抗闻都下政令多阙，乃上书曰：臣闻得君德者甚寡，力谋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化是文，非虎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而已。无连国之源，内非西楚之强。数正陵时，黎明卫而易至，图以长川郡山，现代丰裕。此乃守国之末，非至者之所先也。臣北远为战国存亡之福，尽览刘氏之躯体，验之行事，终夜伏枕，临酣忘食，息
辞官，汉道未淳，甲生哀戚，况臣哭，是何光冲，身名否蔡，与国同，此生戚。夙夜忧达，面至平叛，夫是君之义犯而勿批，也匪训。锦臣17条如作，17条之本，故不在前。燕官御政，抗丧书曰：臣闻开国成家，人物敬奔庸轨，唐书幽戒，是以假人所以怨刺，民所希节。春秋以来，原及秦汉，倾覆之尽，则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是节行尽节任，况其艰辛速度，而登爱一义哉？苟患失之不治，今为以通定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亦庸期之生作，应之不可得也。方今建立，书才虽少，然冠冕宝剑，道效，或辛苦自立，兹能足用，自可随才受职不群效，然后俗话可听，庶正无愧也。凤凰元年，都督产去城以叛，遣使将进，抗闻之，日不存诸军，令将军左翼吴燕蔡公等境。士军引更助燕为，自是西至故事，内以为参。昼夜虽歇，逐敌以至，甚苦之。诸将贤谏曰：三军及以攻残，比尽旧事，产力可播，何至而以利？是民之利乎？抗曰：此诚处事既故，良武忧所善修备御之具，皆抗所素堆，今反身攻之，则且北就必至，至而无备，表受难，何以将贤欲攻残？抗北不许，以都太守雷韩言志恳切，听令一攻，攻果无力，违背是何？进车骑将军御之领，诸将贤以抗不敌丧。抗曰：将领臣步兵卒，假令敌为将领，必不能守，所损折效。如是西陵则南三群一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而进也。而复况将领劳碌乎？初，将领平晏，道路通利，将领都当前作大堰恶水，兼自平中，以绝后汉。恶水卒传运粮，杨生将破燕以通步军。抗闻是诸将皆获，举荐不听，护至荡阳，闻燕败，南
废损功力。晋巴东监军徐印吕水军易建平至杨基陵，抗令张显固守其城。公安都孙敦寻南安御户乌留律镇西将军周满巨印，身率三军，平为对照，都督于战王义告，抗曰：战军中就立，知无虚实者防御，不度简便，若迷攻为，必先此处，其灭一敌民。明日，赵国公布疑兵处，抗命劝军击之，时与丧死者相属。赵氏经曰：既驱灭盾，抗之，而欲惨处立相并，四世见气，兵不足分，于是追者赵凶惧，西解夹行走，抗使轻兵大获，败，户等皆引军牌，抗遂陷西陵城，周夷其大，自此以下，所请设者数万口，修治成为貌无金色，先充足长，不得将士欢心。God 390. 加拜都护，文武昌左部都薛景征下狱，都曰：夫君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四门所比不轻也。故大司农楼玄散，其中常侍王三少府李皆当，是秀明，衣食显气，既蒙出宠，从容列位而定不周齐，或体足祭祀，或头系荒地，盖州里有设春秋有右善之地。书曰：与其杀不都，明之而反名未定，大辟以家，心经中义，身被极刑，哉！且以此之行，故无所识，至乃焚射流飘，弃之非先王之正典，或斧头之所见也，是以百姓哀颂，殷红，翻去永矣，毁义弥极。承望陛下赦诏悬出，不见歹路，明复宗大燕先帝，复辟文皇，其名承基兵行。今之所作，罪在可佑，臣具有司未详其事，不录。一知民望，喜垂天恩，原赦民罪，哀听等行望，则天下兴盛，时之旅人动，百姓匹抗。曰：臣闻义贵随时，传美观信，故有下多罪而纣作民虐而周武受虐，苟无其实，欲还有忧伤之备之君，今不务富国强兵，立农畜土，使文武之才用，百魁之属无旷绝时，明处治比例庶民，审情赏以之周司。
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承运，席卷举而兴，诸将殉名，穷兵黩武，路费万计，士卒凋退，衰。而我以大兵矣，亲征帝王之资，而未识此人臣之边变，非国家之良策也。西起鲁三战，全种何得？大小之志亦也，况今之所克莫当哉？铁鲁兵无，古之明殿，乘一旦西进取小归至也。关晋四系，数无毁令。2年春，就拜大。3年夏，疾病。上书曰：西陵建平，表记出。Page.291. 下流，收入若弥泛舟顺流，逐卢千里，兴奔殿拜，俄然行至可是原他物以救道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基，楚风金陵也。臣父郡西在西垂臣言，西陵国之西门偶，亦复一师，若有不守，非但之一郡，则也。如其有余，当兴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设贤起，精兵3万，而至者寻常，未可差不谈以后，亦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才有数万，雷厉日久以待。臣于己，诸王右冲，为统国事，可且力复小贤。无用兵法，以防教务。右黄门数患，哀厉兵隐，愿意夫逃入战，岂克赵典乐，一切料出以扛处，使臣所不足反8万，省息勿。虽罕白复生，无所然效。若兵不增，此债结大事，此臣之所身也。若臣死之后，岂属愿陛下思揽臣言，则臣死且不朽，休岁。燕及厉景玄、积云分领抗兵，燕皮将军已到边，晋军伐吴，龙骧将军王俊顺流东下，所至得空竹。景自是人，以上公主拜其都尉，封其陵侯，兵拜先将军中下都，早身好学，数数十天2虚。燕王俊别军所杀，毁害景泰11。景熙、孙浩是被于景去当城外孙也，名曰
刘备天下称雄，一世左旦。陆逊春秋方壮，推而克之，访不如是。以记其训之谋略，又汉才，所以记大事也。其训忠诚恳志，忧国亡身，助击抗真亮愁肝，贤有复风，义士百美，立刻后者哉。Page 292. 三国志第14，吴主五子传孙登字子高，玄长子也。魏皇初2年，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祠侯独寿，立登太子，选士之父，权检修士，有。于是诸葛恪章、修部韩陈表等以选著，是讲诗书，次权欲登读汉书，习之近代之志，以张昭有众之，乃令修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代皆辽属不一之礼，与克修韩等或同于而拜，或共葬而内。温元曰：书中数个官最亲密，皆问进对，一用则乃用表等，中数个，后又以数个理居，复令整今世年。全称尊号，立皇太子，以克修右弼，韩辅政，表议政都尉，而谢景范甚雕玄阳，等皆宾客，于是多事。全迁都监业，征丧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常武刘氏，登获色变，当由敬道，常远避梁贤，驾至左顿西，又得空间之地，其独欲凡民如此，有但蛮过。左右求之，有一人抛残废蛮，咸以是此对不服，从者欲垂之，登不听，只求过蛮，乃见事，又师成水心法于，觉得其助，左右所不伐。忽得数之，常遣归家，是亲近勿言。权之将损，登州夜间行，到赖乡，自闻召见，见权悲泣，因见曰：欲寝疾不起，此方今射虎未一。四海涌涌，先代陛下，而亚流田损害官传，过于礼制，臣妾忧惶，权大其之家，数十余日。Page 294. 欲显新体，以久离令省，子道有阙，又臣陆逊忠勤，不忧。
师刘氏10年谷不丰，颇有盗贼，乃表定科令，甚得指编之要，出登所生数件，不等。后徐氏以度废妇奴，而不苏等罪宠，不是有嗣登祠，拜受而已。徐氏始至，所赐衣服，必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玄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吾。玄默然。11年，年33卒，临终，上书曰：臣以应自甚微劣，去逐隐蔽，臣无自惜，念当埋后土，常不复奉望公生，朝觐日月，生陛下众一次耿结耳。是闻此生有命，常州进唯有上至之才，而上夭折，况臣于漏年过父生国嗣，每想荣作，于臣己多，笨哉！方今大事未定，夫后未考，万国庸庸，气定方安。患者养志，愿陛下替望臣身，割下流之幽广老之术，独养神光，加修真善，广开神眼，定无穷之业，则虑土信赖，臣子无恨也。王道通者，德行清茂，以保建制，以系民望。诸葛恪弃任所时，张修不谈谢景，皆通引有时断。注一：出客、爪牙、范慎、华容皎皎壮节，强盗便捷，有专对之才，标选优宏，智履道真，博技汉采足用，讲修于藩，志别分明，凡或疑囊妙，或任将帅，皆辨时事，明其法令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至臣额与同事，备知平复，敢以臣闻。臣重为当今方外未修，当立6军，以图进取，君以仁，以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敝，奸乱萌生，行系众些，臣闻，正听明，律令与时推。294. 曾以与将相大臣降得直国太义，官情轻肃，军机利益，以顺民望，忠谨，出身忧国，检点在公，有匪公之节，
则仅同州去吕在吴汉汉则言张承孙仪中于国通达事体，可人上便宜，捐除苛繁，爱养士法，抚群百姓之外，10年之内，远者归附，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者病也。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散。临终言戒时，君子以忠启望臣登，其能愿陛下留意听派。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既决权益以推感，焉则摒弃。是岁，是乌4年时，豫章太守不胜哀情，弃官奔赴，拜俄。前曰：君与太子同事，寄于他立，始终始未劳。发遣排郡，登曰宣太子，子熙，皆早卒赐子，封吴侯。武凤元年，因以大将军孙俊擅权，周郡自决自杀。国徒谢景者自收发。南阳满人有事，立民称之。前有顾少，其次其姓。孙律自子氏，登第也。少敏会有才艺，全之。王武7年，封建昌后。后2年，丞相雍奏达，所丧日新，彼方信汉，一进爵称王，古之。尚书胡涉存丧书曰：帝王之兴，或不包亲，以光群后，故鲁位于周，宠观诸侯。高帝王于汉，所以藩平本朝。国镇卫，建昌侯律姓寇，台监文武，于古典制，以正名号。陛下天光，为群僚大小，贤用于义，方今兼寇自远。今古为亲，爪牙为亲与贤，则与丞相雍等义，贤以律敌，今受任先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于是开至半州，律以皇子之尊，复于春秋。远近贤其事，临事尊。Page 295. 敬大师有过于望年20，嘉禾元年卒。国徒孙和字子孝，律帝也。少以武王游年14，至公位，始终书令看则交以收益，号下县称数。至乌5年，立太子，10年19得。太傅薛宗，少傅。而太尹张纯封，
言文是从事实有思摸以条书问事，可以先知人是错意，生或心，不可长也。表题绝诗，都督来数，子丁晏，晏亦白豹，何谓晏曰？文武在世，因气构薄，图相危害，其久弗哉？遂两世是父。常言刚士是人，以讲究数学，效其射御，而但交友博弈以防事业，非进取之谓。后寻辽事验博弈，防事废日而无益于用，劳心损思而终无补，以尽得修业，积累功序者也。且世事爱日犀利，高山景行，是非其次，夫以天地长久，有白驹过隙之欲，年齿一目，荣华无待，于人情所不能决，诚能决无益之，欲以奉得一之福，气不及机，其余名行，岂不善哉？夫等情犹不能无息于息好，亦在于饮宴禽书射御之间，合力博弈，然乃定是作者八人，各的论议表之，于是中数个为要废，合以至宾客，时太明好义，直至在蜀者多，焉知事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全堂紧急，何调？何非叔父张修居进庙，邀何过所居？全公主使人参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非家祭地，又言王夫人殿上紧急，全由是发怒，夫人忧愤，而合同烧损，去于非王霸气于资甚，陆逊、吴汉、不韩等数陈氏数之地，全系扬州，鲁王霸之党，愤数日兴，汉遂下起胶州，全审民者历年，后遂幽闭河，于是漂浮色虚晃绿珠将立。Page 296. 自父连日一阙请和，全登白绝关殿，甚恶之。全欲废和力量，吴南都臣正武、宁都丞相上书，称以功杀生，立西岐，晋国扰乱，又去荒部殿不止，征将去荒天柱殿，张100，竟喜和于故章，放者之数，咸渊之。太元2年正月，封和南阳之长沙。4月，全薨。诸葛恪秉政，克非刚之也，非是黄门陈谦之建业尚书中宫，
并质问于客。客谓先曰：我答非，其当只胜他人。此言颇休客。有喜都邑，始至武昌宫，民间或言欲宁河。孙峻因此夺河起受，起新都，又遣使者四次河。当曰：其兄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以自桑间，孙丘立，封河子号，乌程侯，多之。丘公好其作，其年追溯河曰文皇帝，改葬其第200家，并承封守。后年正月，又分吴郡丹阳郡，至乌程，至太守，40奉祠，有司奏庙经义。宝鼎2年7月，执守大将薛宁立锦堂。12月，前守丞相孟人、太常姚信等被官辽中军，以陵于法下，东营神于宁陵，号引荐人，亲拜陵于当至。使丞相陆凯奉3生祭于晋郊，号于今日。方拜于东门之外，其祭日，拜庙见祭，以西日3祭，唱祭昼夜娱乐，有司奏言祭足玉数，则独行。然后使孙霸各自威和同父和太子霸鲁王宠爱崇克，于请之。和霸不顾之声闻于玄耳，玄尽断往来。诸军使者将上书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数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国藩表也。2公仪，斯乃大吴兴总之基，请闻2公并决宾客。297. 敬奉然，大小失望也同。听蔡论，贤为2公至达英茂，自正建于今3年，得行内任，北称外昭，西北2隅9位。陛下当复顺遐迩所以归德，秦命2公宾言4愿，我闻恩，臣妾今既或垂立于此，而发明诏，一决宾客，使4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力。欲令2公专制于学，不复顾虑官听小仪，其于物而已。然非臣下轻弃庸庸之志愿也，或谓2公不尊典事，以请西不宁，就读所贤，有以补察，密加斟酌，尽得言。臣据积以成邦，九江宣流，
而西北二隅去，亦同之语。亦文达，文达之日，争论当今公有之天，不审陛下何以解之？若无以解一国，则密境内守遗，一国兴邦，非所以欲巍巍，朕大道发幽诏，使二公周旋礼令如出，则天清德宴，时全季吴安孙齐扬州等因共复罢，图威太子，赠毁太子以拜，罢第四子，留轴之于江，胸目以数见界力，由喜南州。罢四子后，右州既安齐等，何故也？罢二子，其一，五凤中，封齐。晚陵后，姬氏孙亮在内。太平2年，道成。亮问侍中刁玄曰：“道成欲法罪云何？”玄对曰：“然苟王道中，为陛下哀怨之。”亮曰：“法者下，何得阿以亲亲故邪？当思为可以致死者，奈何？”玄曰：“就设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武。所及。”亮曰：“解人不当耳邪？”乃设宫中，姬孙浩即位，或合罢旧戏，薛西一绝土，于都喜会商见，孙愤自扬，罢毕也。母曰仲基，太齐王，居武昌，全薨。太傅诸葛恪不宾兵，喜愤于豫章，愤怒，不从命，又数月访监，见曰：“帝王之尊。” Page 298. 与先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仇仇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天理物，天国后身，盖圣人立志，百代如意之道汉。多王子路，至于太强，则不轨，上意，下得骨肉相残，其后成戒。大会自以来，诸王有志，唯得自于宫内，不得临民。其与交通，皆有重进，遂以全安，各保服此德之变也。晋元绍刘表各有国户，土地非辖，以治数不分，遂灭其中四。此乃天下于治不公。大秦皇帝蓝武戒亲，防牙恶农，虑于先代，是之日分遣周王，
各岛救国，赵克殷勤，科聘严峻戒事，无所不至。曾遇上安宗庙，下泉州王，百事吾兄国害家之无也。大王以丧为太，伯顺父之之。王东海王强恭敬之别，下当才艺骄自慌乱矣。警戒而自武昌以来，多为赵氏，不拘制度，散发诸将兵右左，又常从有对过者，当以表文，公复有司，而他是不明白。大司马履带亲受天地诏示，辅导大王，令怀忧部，华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左臣当纳用之，而文穆有收复之语，右中书杨荣，亲所当公肃，云政自不亲近，当如我何？闻此惊贵，或不寒心，语曰：明镜所以照行，古今大王以身以鲁王，皆改易其行，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交，怀臣下明复大王，不敢复先帝遗诏，明大王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赵氏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义。赵之别，夫妇来有由，或来有见，见生不忧。向使鲁王导大忠直之言，怀今去之虑，想作无穷辱灭王之祸哉？夫良药苦口，为己者能甘之，忠者能受之，今者克等欲。大王除威待于蒙衙， K.D.9 广福庆之机缘，是以独自之言志，愿得天据，遂移南康，游灭米甚，官属不贪命，分下驻芜湖，欲置遍业官变，复相谢死等见分作废数人，喜张安县，太平3年，张安侯，建恒2年，孙浩左夫等王氏族，号哀，朝夕呼禀，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好死，与三侯正当有力者，分母众击部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及其早除坟茔，号闻之，车灭郡，夷三族，诸评曰：孙登居心所存，卒貌美之德，有好善之歌，虽自比例，或短命道中，或不得其罢以数干事，愤不尊纬度，不取威王之道也。朕之恒欲非或彼，
Page.300. 三国志卷6。鄂州中李传克其字公苗，会稽三阴人也。少郡唐县吏司同青霞，兼其御制之主簿兼从县大卒。3月所赋，今日制之，明日扣之。便必然，同族党遂相纠合，1000余人，举兵攻陷立津，开城门突击，大获失，威震3月，后获封反，转守太磨城，诸恶扬善，西用尽平。孙策临郡，察其孝廉，时王朗奔东野，增长郎起兵，特遣永陵长韩燕岭南部都尉将兵讨生。永陵长燕生所败，其又代燕岭都尉是其威。前世启蒙，其因遭遇，陈祸福，生遂奉舍，求将。贼帅张雅、詹强等不愿升降，反共杀生。军强称会稽太守，贼胜兵少，未足以讨。雅与女婿和雄争势两乖，其令越人因事交构，因相图，其乃进讨。一旦大获雅，强党阵据，侯官济贫，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其进兵建安都尉。是岁8年也，郡发属县5000兵，各执本支，接受其节度。贼洪明、洪金远、与吴冕、华章等5人，律连屯汉兴，吴6000户别屯大盘，邹陵6000户别盘同出于汉。军讨汉兴，兴于汉，其己少，身著无忌，恐所断，令松阳长兵，班本与其临城，使见不武，辞不肯留，其乃是军中阵力。无不用命，遂分兵刘备，进讨明等获失，临神斩明，其免当进御阶将，转 3, 1. 击盖主，军相大盘，三将右将樊真吉。明率进秦，复立县邑，料出兵10000人，平魏。10年，转讨上饶，分以建平县。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一社，15强叶湘东阳丰边将。表田以叶乡，是新县，而设贼帅金旗乐毛干万户屯乌辽山，一率陈福、祖三等2万户临，第3次面壁立，
高速时上，进入微狭，不容高下时，不可得功。君主今日，将力换之。官事行变，因故清节事，作铁骑，密于银险贼处，割破斩山。元道，夜令前上，乃多偏不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去名无教，其乐兵生四合，为大军西抵得上，经据莫乱，不知所前者，皆走还击。大军因势得上，大获图等，其余反斩首7000，其副表分设，新定黎阳休阳定南6县，全岁歌，新都郡，其太守嘉天将军16年，吴郡于唐民郎至河东起贼，其出讨之，其父破事，表焉分于唐，临水废境。其当海郡，全出主道，作恶武相，赐发作柱下，使其旧车，其子不敢，全使左右扶车，并导立足兵旗，逐败郡夷，全望之笑曰：人当鼓励行类行，此不可得。去100余步乃宣。18年，临彭才李豫王还等起，贼乱万余人，其讨平之其首，余皆降服，减其精剑，兵赐县空分武将军20年，同玄征合肥，石城中出战决胜，望失毛，其引兵拒击，得胜所失。21年，受曹公印绶，化民，贼，陵阳市安京县皆与忽相敌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镇服。丹阳3县，调得军兵8。Page 302. 千人，封山阴侯，出镇江上，都苏州以上至满皇使曹休来伐，其已到远后事，因助新事，据某诸军遭风流逆，所邦中分，将士失色，赖其位独权，诸将及己，是其性奢气，友好军事，既泄其今后所曾传雕刻丹漏，清盖将干他找文化，公武始见，贤取上台，蒙冲柱，放之若山，休等旦之，遂引军台，天后于州出晋东，系口江，以叛卒。齐春太守
月生下出其不意，召其都拟方先于丹其困，遂生鲁宗。后4年卒。子达其弟景皆有并名。全宗字子皇，吴郡前唐人也。父柔，汉灵帝时取孝烈上士，书郎右丞，鲁州之乱，弃官归，周系别驾从，就拜会西东部都尉。孙策到吴，柔举兵先赴，策小丹阳都尉。孙权车骑将军，以柔常以太守。柔常使从击领数千胡到吴，有左志义、冯志用，空喘而还。柔大怒，重顿守曰：于己府大夫方有道县之患，故便镇散，不及报遗之。是时中州是人避乱而难，依从居者100数，从轻与共有无，遂显明远近。后玄仪奋威校尉受陆仙人，时考3月，因开护照，得精兵万余人。稍先天将军，建安24年，刘备将关羽为樊乡，于可好之地，全时以于吕蒙因及其师，恐是谢，不打及平语，全至9公安，故谓从曰：君前臣自达。今日之节，亦义君之功也。于是封养华亭侯武渊，为益州军大出洞口，全使吕范都州将去之。君迎相望，敌数以轻船超击，从长带自口不休，请之。敌数先人出江中，从击破，引卢。先从随南将军，晋封前唐侯。4年，太守。7年，全道版，使从于辅国将军陆西曹拓之于石庭。是时丹阳吴会3平复，寇贼，攻美，全分3郡险地。东安郡，统领太守，至伐，昭又降复。数年中，得万余人。全赵从还牛主公安郡。黄龙元年，先卫将军左护军徐州护，丧公主。都督其5万征陆安，陆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之，夫臣微侥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喜也。武宁得失相伴，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如魔邦也。如获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受之不敢剿功以复国也。是乌9年，迁右大司马左军师。
善于城，大归言辞未尝歇舞，出元将皆先问从，从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书方义律，隔绝伤害，水谷气毒，自古有之。必生疾病，转相污染，亡者去不能返，是鬼窥江岸之滨，以济万一之力，余臣有所不安听。君行星岁，是其弟死者时有8、9身，后言赐其之，同对曰：当世时，群臣有不见者，同义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四类千金千躯，皆是貌无萧瑟。12年卒，子弟嗣，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将，魏以平军江侯，以兄子宜庆等义将尉，皆立郡守列侯，履带海陵人也，郡县吏，必断南渡。孙权统治，出守吴城，前侵断州县仓库及裘系，长城皆变，把命甚称权义。赵蜀陆氏，出土于条长，赵穆金德，会稽东野武县贼吕和秦郎等，乱权以代304. 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河南武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建安20年，从取长沙3郡，又安城幽永新、茶陵4县立共驻阴3城。据代公为吉将，3郡克定，全流沙。安城长吴当及中郎将袁龙等守卫关羽，复反幽县。龙在李陵，全遣彭江将军鲁肃攻幽，得忽代公李陵，遂擒斩龙。迁庐陵太守。延康元年代部胶州刺史。道州高梁贼率前伯喜降，高梁西部都尉，又遇临沂贼攻为郡县，代讨。是时魏阳真阳贼王辛和于南海界上手乱，害讨之，征复金，传送冀州，斩首获生凡万余。南将军贾节，封都乡侯，交太守是谢如，以谢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谢表河南3郡。胶州以将军代粮，刺史。海东广州代字，刺史。遣粮与时南入，而归故城。赴海
于是上书请讨归罪，都兵3000人。或谓代曰：归谢累世之恩，一周所负，未也。今归虽怀逆计，未于无师足事。若我前军轻去，破之必灭，激流不速，使得生心，应成百蛮，云何为宁？虽有志者，谁能图之？或何土？与梁俱进，归门待事。我大震不夫，其律兄弟6人肉袒明待皆斩送其首。归大将甘李治等欲立民攻代奋击大获师，进封潘与侯，除寡胶州独渡，待既定胶州，复进曹九真，以万又遣从事南宣国化，系剿外伏南临益唐明州防，各全家齐功，因拜镇南将军。黄龙3年，赵代还屯长沙瓯口，会武陵蛮夷屯洞，待与太并共之。嘉禾3年，全令带领潘璋士。Page 5. 屯路口，后起突袭。4年，楼林环路会齐随春南海贼罗地等衣食兵器，全副赵代都留转唐哥等春季石守将，代拜春天将军，时领旗，遂立等皆见斩获，传首一都。全赵代曰：立复显作事，枭首还凶剿反复，以将复叛，前后讨伐不起，非军归略，谁能消之？中午之别，于是义者的计图，大小震慑，其余系类，扫地足迹，国家永无难顾之余，3郡晏然，无处弃之兵，又得意，重用叹息，赏不逾越，国之长典，所宜才之。潘郡卒，代郡领荆州文书，与陆郡警不服，请之，料事作乱，攻围城邑，临陵郡，待恶表折行，星夜颠路，全遣使追拜代胶州等作议相继，公讨1年获之，展示及遣州所，太守等，并其之党，郡县西平，复海武昌，然起复京秦，攻秦王室，奋威将军张成与代书约旦。2南作歌，今得如下与陆子别，中秦相先，公以全城，话语道和，君子叹其德，小人曰家都将
上，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厌倦，不由化灭。如此足下或连波也。何其事事绝也周矣。李天公，德言圣，足下何有近此美耶？一路军革，各代军，全乃分武昌两部，代都右部，是菩提，天上大将军，拜葛凯副军校尉，兼兵仪备，拜大司马，代亲身奉公，所拜可数。历年不享家，妻子披发，全闻之叹息，以让之。履带出身万里，国平事，家门内困，而无不倒。其则安在？于是家祀前米布卷，岁有长县。306. 是代亲近吴郡学员，开有代师皮可成，赐金与共言论。后遂见拨官至使，原姓中壮，好直言，代时有得之，曰：问之，人或以告代，代叹曰：是我所以贵得冤者此。代呼之甚哀，曰：得冤，与代主。代父于何闻过？谈者美之。太平元年16，子凯嗣，遣令殡以复官，书兵部，葬送之之。凯皆奉行之。周访自子于吴郡阳县人也。取孝廉，名伯堂，转代淮安，前唐大帅彭，以防前唐侯襄，巡阅之边，展示首级，兼丹阳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阳大帅彭起作乱，为蜀，乃以防鄱阳太守与湖中路立功讨，遂动议武昌，加招以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卒名帅北，令爵校尉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方达，孔明帅族张，事或漏泄，不能治休，其遣亲人西间批条以其防以千百劳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郡县，瞻望云景，天时之京城微薄，民力不虽怀交可，河源见平，虎死守丘，人行练志，奉敌李为北独角守西部，未尝不误被劳。今因信学之地，得臣溯溪之志，非神能至此，不胜跳起，万里托命，仅遣亲人动臣等托奉天，
令规定者有所代赖。其二曰：防远在边寺，恩德教化，未蒙普及，而于山谷之间，遥去以大义，未见信大，夫物有感息，既因变生鸿逵，防治东点郡，只愿以祸，民心力报，图请者中被横险，祸在漏客，危于头乱，进去就退有乌莽防死之救，虽事行轻微，存为能不怅然，感缘古人，因之所归，全收不干戈。Page 307. 启享春天之哀正，其疾不复猜疑，决其违命，视之宣泄，受罪。一则丧此损计，二则杜绝相化者心，为明使君原览，而知留神所示，速似必报，防当后望举动。其三曰：防所代部太守广陵王敬，王者亦以郡，以见谴责，敬行恶臣事，而终不解，因立规定，不幸事路，周集英台，防济或见敬主一所非国，不复后，虽或暂舍，终见见处。郡者是欲得后效，必杀防之去也。虽上世悉忧国，未知虚定，竟在何时？人居世间，虚过常，报危物，岂可言乎？唯当臣愚，众自批尽，以悲，未能采纳。愿明使君少垂详察，蠢度其言。虽外名将守，而故在山跑，看似空隙，复乱之日，防命弃矣。宗主行者前不存诸将，徒范孙嫂等入怀，全从周还须合肥，诸葛瑾部至周然道潘璋等讨梅苏，宗主中营恶贬石阳，别遣从孙焕至安修立底阁，免资运粮。军处又命进士将边诸将无负债者，还留3000所兵守武康耳。若明从某将主，防便从此律例利民。内应此后举事垂成而败者，由无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还其属城，思勇之名，谁不其种？愿明使君上观察人事，中三师归，则独招往焉之不虚也。其次董陈少南少唐家门，今之信之，有如儿子，是以
波判词，不与心计，不宣纯事，武斗之无有之者，又以次之。道周当年莽将，欲北叛来者传常见，此计任之于先。若其计也，则有僧权之福，泄露，则受一灭之祸。堂中夜讲先，告示星辰今之危，岂能丧感？然事极无穷，为先之数耳。再生载嗣，行存。Page 308. 上恍惚，司空使君未申报名，臣男二人可留其机。后信积积交台，交台不当言伪叛排首东主，伪叛排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惧色，永无并希望，弃彼去下。其武曰：鄱阳之民，率之不义，未及命人，抗之。便闻东向北将守，盘结未解，山积草藏，乱心犹存，无心大。举国西出，江边空旷，屯务虚死，为四天。若因事计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北更会，然要率援一护，不尔以往，无所成也。今使君若从汉到江防张，从南对岸地口，应若未进到江岸，可助白令此天民之北军在彼，其自善也。此天民非苦饥寒而甘，于征讨乐得为属，但穷困举世，不识坚定受而。如使之杨吉清、徐州军首尾相衔，天坠往兵，者则散之三也。防生在江淮，常于时事，百举百节，时无再来，敢不复亲。其六月东种前者，不多时阳，亲此后许，大河亲兵，并使韩人数甚多，闻欲设河桥，当以新雷兵至前，兵在城之日，云欲以雷兵前线，使其识破，虽未能然，大许也。司空时阳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至极密。王庆之变，其见不远，亲访归命，正在明使君耳。若便就遗忘，则功可必成；不知，则与敬等同祸。先朋起时，闻其归在冯龙，郡民，并思立孝。若留一月日间，是当大成，恨殿不登，专立朝戏，其事败耳。愿使君深察此言。今举
大事，自非绝号无以劝之。其请将军侯印各50将印100牛，校尉都尉印各200牛，得以假授诸为帅，并起请状徽数十，表示使三兵立名。109. 不单见之，知去就之分几绝，左就又彼此相盼，日月有神，或辖之间，则今之大事，事宜神秘。若省房间，起家隐秘，不住有常，防御必深，防怀忧斟酌，是争争。防因别，密表曰：方北有乌寇，故主和不击王。自善射虎，臣曾不能虎其取善，上以光赞红化以书斩万一，忧心如道，假备忘寝，圣陶天赋，尾发幽病，是臣以前忧是贼休，恨不如尽，并借武为帅，北贼所闻之者，并于北通，臣服思为不交，切恐此人不可足得，假使得之，据不可信，休。于既便，此臣得以经年之计愿，逢之，折自都节，节尽完毕，专立监炮以防右修者。臣之五谷人担负之数，家族封大略，蒙狼狈，去显复克之，欲怀忧灼。臣闻唐尧先先而先，以成圣君，朝廷神魔，欲必至修于度度之中，灵丹曰：修必自宋，使六军囊括，口无结疑，威天下幸甚，仅拜表以闻，并成监炮，去于前追用，被报施行，修果信防，率部骑10万，竟来入坂，防议和，随陆逊横结修，修服列马，战绩，防出殿密计时，贫有南官奉诏诘问诸事，因下发泄，故修闻之，不复疑虑，是节贵诸将班宴，酒酣，谓防曰：君下发歹意，是君之公明，当书之诸国，加其将军，赐爵关内外董，赐副主节操，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吴叛唐资唐受，连月不能播，防表喜罢兵，得以前以从事，防前受以方策，又居杀嗣，四弟不惧，以武康将于灵地，自改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戚，防3年，
善罚恶，威恩并行。此处亦有文物。 Lot 310. 才干，天地中，中观经，东离五字子干，会稽三阴人，汉鲁乡义七世孙也。公字肯田，种稻20余亩，临熟，县民有10人。曰：本以田荒，不肯之耳，遂以道与县人。赵民戏律，欲绳以法，故知听。常曰：成功。自行议事，夫民主，当以法律下秉公宪而从军邪？故曰：此事军界，援军亦故，故今以少道而杀死民，革新复流，遂出庄，排山一郎字，王止之，是系民，民惨惧，律妻子充所许道60，送还故，故闭门不受。民书至道旁，或有许者子发。是乌5年，从囊中武太子府议都尉，迁南海太守，丞相常侍，转司职，迁中书令，会见安鄱阳3郡，作乱，出没，监军使者，讨平之，贼率不出。其度武，以充兵役，封锦亭侯，拜越其校尉，蜀兵于魏，505西夷与蜀接界，时论据叛乱，乃以目平魏将军，050太守，广之郡，魏显汉陵太守，欲卒陵民入蜀天陵界，屯于是杀，又至或起应淳，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镇据，故问轻复边境见亲，可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周以主兵，不可以军京兆，京兆得周以盘结，可显恩信力宣教慰劳。故曰：不然，外境内黄幽，当及其根地未深而出许之，此就我未数之至也。欲言愿使举夷者便行军法，辅夷将军上说或曰：蒙都兵，然后以讨武西夷耳。是时刘氏联合，周夷律化无往日之源，而多纯以据先陵，而明府以3000兵深入丧魏立也。故曰：非常之事，何得寻救？律族人业，进道，原3险行，垂2000里，从色上，恶为率100余人及其之反于敌，淳等散，武西平，迁将军，封都。James. 311. 乡侯无须，
军假节050太守卒官加无司师。子嗣带领兵平曰3月好叛南安地动，是以孙权不往外域，非此谓是。凡此皆克陵内难，随性邦域者也。吕带顷刻在宫，周访举中礼部道长者之规，权从有当世之牌，贵重于时不见。或批毁凌云。Page 312. 三国时6潘俊陆凯传潘俊字成名，武陵汉寿人也。若冠仲子曰：年贵30，荆州牧刘表涕，不江夏从事，发现会不休，郡暗杀之，一郡镇蜡。后相前有名，刘备领荆州，以郡侍中从事，被人属点州事。孙权杀关羽，景荆土，拜郡副军中郎将兵，迁奋威将军，封长天平侯，全称尊号。少府晋封浏阳侯，迁太常，武西蛮夷叛别，都督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万数自是郡繁衰弱，一方宁静，先是去住武昌，共长刘氏，还复部时效侍吕一丙，丞相部雍左将军周绪等，皆见进士。黄门侍郎谢故公事何如？一答不能加。又问若此公谁当代师？一未答，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良久，君与晋之别。弘谓曰：郭太常常妾使于君，因耳。今日待杜公，恐明日便击君矣。一大惧，遂郡求朝，以见业，欲进辞其见，是子登言之而无见从。郡乃大请拜辽，欲因会手刀杀一。伯图患，依密闻之，称疾不行。郡北进见务臣，偏贤也。由此一统渐衰。后遂诛戮，权引旧德公傲让大臣，与代旋传。是2年卒，郡卒。子宙嗣女配侯孙玉，陆凯字敬封，无郡无人，丞相郡卒子也。永兴朱继常所在有。Page 313. 至拜见武都尉，领兵，虽统军，手书太玄，论演其意，以示折燕，是屋中除丹。他
拜八修都监将军，封都县尉。武昌右部都，与周将共副寿春，还备先将军。孙休即位，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先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修，领荆州牧，晋封家。与晋平，使者丁中各北还，说号一阳可袭，指号传。宝鼎元年，迁左丞相，百姓不讨人事己。今或赶进，凯说号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于不知所附。号听凯恶事，号直湖都武昌，土百度刘公绩，患苦，又政事多谬，理无穷会丧。周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乐民者，其乐米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民者，国之根也。诚以重其实，爱其命，民安则君。君乐。自挺年以来，君威丧于桀纣，君平安于天，君于群灭。无灾而民并进，无而国排空。公使君有谬误之天，天作妖，而周公以求，因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拜政于民俗。臣今邻国骄好，四边无事，当务歇地养士，秉护以待先时，而更轻动天心，骚扰万姓，使大小呼皆。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臣闻其兄先之败行，想之败生也。行动则名动，行止则名止。此采忧所系，非败口之所进退也。西秦所以亡天下者，而伐众，政情错乱，民力尽于奢侈，互炫于美色。邪臣在位，贤者隐藏，百姓夜夜。天下虽有覆巢或卵之忧，汉所以强者，公行诚信，惠其父心，恭请言学，广采博察，以成其谋。此之名正也。Page.314. 近者汉之三家鼎立，朝之纲纪，近有其政，又以周威胁多兵，闭门固守，可保万世，而刘氏以夺威迫。君自比于奢侈，名利结于不及，是以今所伐此目前之名验也。臣安于大利，文不及己，智慧无复既当，且
陛下西先下耳，臣谨奏不所，百姓所，凡科行政所错乱，愿陛下百亿，勿欢荡，忽科政，又武康土地，十月，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舶得沈漂，灵居得峻危，同灵饮见夜水，不食武康鱼，灵还见夜死，不臣闻一星，便荧惑作妖，同尧之言，乃以安居而彼死，卒民先矣，如民所若也。臣闻处，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处，此臣下得也，而人上陆年子孙，曾无治病之别，匡救之术，效力以求荣备，荼毒百姓，不君既也，兵以来，耕种计费，所带无复收入，而分一家父，领时日章，触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愿，我有功去也，民力阴穷，欲卖儿子，调父相仍，所带常力，不加隐括，家有监官，既独爱民治，所带骚扰，更凡科民苦二端，此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依惜此辈，今哀朕抚百姓之心，此忧色，得免毒世之冤，污受四方之民享富而治，如此，民可北保。先臣闻武因令人耳不聪，武色令人目不宁，此无益于政于事。自西先帝时，后宫烈女，其中之作，属不遗留，处机货财有余。先帝崩后，又景在位，爱奢，不道先。夫闻之作其周胡作，乃有先数，不足国财，然作十公鼎，岁岁相承。愿陛下料出速价，给 H.300与无息者，如此，上领先亲，下和者矣。甚臣闻殷汤取士于商贾，齐桓取士于车辕，周武士于大汉取士于奴仆，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居卑贱，得扬义，名流如素，非朽，色而取好服，结口容悦者人服，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良，国荒群党相扶，害中隐贤，愿陛下典文江之臣，平西周穆都江，
藩镇方外，公卿上书，务修上奏陛下，下正离民，各尽其中，实贵万一之歌作，行错之理轻，愿陛下留神思臣于言，实践得定并巧辩辟，贵姓真事，楷面则定曰：卿见轻乱国政，领有得以受终者邪？可以端，并邪先听一个改例，不然，方见卿有独特之过矣。思众丧之，慨中不已，乃新公家，于色表书皆指示不至，中肯内发。建恒元年，即报显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臣何定不可任任，不及为以国事，歇息小吏，见体普贤，严密亦不可听。姚信楼玄科少张继郭薛明腾修及徒弟信，或清白忠勤，或资财卓报，皆社稷之真干。国家愿陛下重留神思，防以职务，各尽其中，实内图10年72子，初，黄门侍郎曰：拜天将军，凯王后，祝太子中庶子华曰：体质方刚，气干强固，董玉之才，即被诏当下，竟还复都，道有武康，曾不归君子，一无所许，再容我意，临才有节，夫贼之通要，只选名将以镇数之，臣妾思为，或出号堂贤楷数犯，无事，嘉禾定本构非臣，南绳以法，右路抗时，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抗境。Page 316. 其凯家或约保鼎元年12月，凯与大司马丁奉御史大夫丁不谋，欲废号立孙修恶，使左将军刘平领兵先驱，务必与平凝聚，而不许，是以不戒，是以所图不果。太史郎号九不与，风气为逆，将有阴谋，好深井巨营，与别德凯所见号20世，博问无人，多名不闻凯有辞表幽暗，书真切实，恐非号之所能容人也。或以凯王之未敢宣行，并问号贤董朝审问语言，因不知难明，不忍于先，然爱其指号事，卒后灭于凯传左营，
号显亲近赵亲，口诏报凯前表曰：有何不行？君所见非也。又见叶公不立，而是与崔朽，虚谋遗都，何以不可喜乎？凯书谢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之贵，执司兼长，是陛下不尊先帝之所事典，夫王者之心，受之于儒德，岂拜公乎？而陛下不资之公府，便胜一虚实，流离悲剧，逆犯天地，天地已哉！同歌其谣，大庇身得安，百姓酬劳，何以用之？此不尊选帝臣国必贤，本下杀龙逢，因祸医治，思贤。今日师之表也。中常侍王藩王中通令，处朝中典各记之，大吴之龙逢也。而陛下奋其苦辞，恶其直对，殿旁尸骸暴气，邦内伤心，有时悲悼，贤伯夫先帝亲贤，陛下反之，是陛下不尊先帝二也。臣在之助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袍之作，先帝有，而万所才繁庸之志，悉从佳丽，超不子榻，崩于细义，而陛下爱其细节，不访大序，容以尊上旧臣，贤良愤懣，志志克达，是不尊先帝三过。于婴孩，因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一得以薄给之，收而之，而陛下反之，是不理先帝四也。悉节纣密如妖州。Page 317. 立乱在立谢之，身介，故左右不治民邪之策，后法之女，今中宫万数，不类贫强，外多官夫，度正由此体，是不尊帝先无也。先帝忧劳万机，由师，陛下临坐以来，游戏后宫，炫惑妇女，多放下立容间，是不尊先帝六也。先帝丈夫服不纯立，功无高才，物不雕饰，故国富民充道无，而陛下只调州郡，节平财力，是被玄黄，是不尊先帝七也。先帝外张顾陆周章，内进湖东薛东西，邦内行肃，今者外非其人，内非其人，臣生不稍小利，先帝之所系，而陛下幸之，是不尊先帝美变见群
终日无知，描述命，并然所陈，而地下须以至瞻之境，去不尽，夫就以成达，或得败德，此无益伤心长夜之民也，不尊久也。西汉之桓灵，亲近幻术，大师民心，连杨度，黄门小人，而地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有难。风岁护体，则度等之武不能御武名也。是第十。今宫女晃姬，而黄门复走州郡，调节名誉，则是无贤则去，愿乎道路，吾子死绝，是不尊之职。先帝在时，亦扬州王太子，若许如母，其夫不义于前，给其资粮，使显归来，视其若息。今则不夫离，夫不作义，而从后死，家空户二也。先帝叹曰：国以民，本民以食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兵废制不尊先帝13年，先帝简事，不居卑贱，任之事，取者不虚，受者无望。今则不然，夫同党者进，是不尊先帝14年，先帝战事，不给他温为之农，修为收稻，疆主有事，则其死孝。公子领事不善，是不尊先帝15。 118. 也。夫丧以劝公，罚以尽其罚无重，则是民散失。今江边将士，死无见哀，是不尊先帝16年。今在所偏私，民凡为有内史，扰乱其中，依民实力，何以堪定？时交反乱，时由割体，是尊景帝之阙，不也。夫孝事，利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人亲，群皆周矣，以谢百姓。今复张立孝袍，纵以言事不尊先帝之18年。先帝时，居公者贤久于其位，不是荆州县知司，或理政无忌，便指诏先转，分罕道路，伤财害民。于是，甚尊先9年。先帝北察境界之斗，常留心推案，是以欲死者昏生，今则为之，是不尊先帝20年。唐之蒙父，如其虚妄，治臣之罪，
愿陛下因宗凯地也。使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代以书礼，会全计扬州等阿父鲁邦霸，与何纷争相分，因作收下狱，楚独被弑，终无他死。后衡阳都尉是乌11年，交九真以为公没成义，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印度南界，欲以恩信给招纳。高阳渠率黄吴等之3000余家皆出将，引军而以财币，贼率100余人，引5万余家，身一放。交与清太，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县令莫师，前后出兵8000余人，以充军用。永安元年，封都亭侯，后转左虎林，中书承华和表见印郡先生，才通情节，犀利选曹，可辟奉宣朝恩，留民归附，海于肃清，就封瘴气之害，封则折物，飞沙转石，气则鸟不惊，自印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田价丰艮，周至临海，海流休闲，印有水30，会风横背，化感。Page 300e. 人神，遂平天威，昭和一犯，是被诏书出本其恩，以望边土，父老携幼，甘心景从，兵卫自州江河，皆挟之以威，未有如印节以恩。前命在州19余年，宾代叔属，保安所内无不州之界，家无文甲西向之真，方知宾臣，时代年古，古公王室，以赞唐于康哉之颂，将边镇不尽其才，虎林选都，堪之者，若召还都，重天公必修，庶披贤妻仪，印律，子是嗣。天特元年，与同兄俱喜建安。天纪2年，元夜，副将军后，评曰：潘郡公卿害乱，陆凯中状节盖耿耿，有大丈夫得业，应身节事迹，远称南虎可谓。Page 320. 三国志卷612中传世一个子语，北海宁陵人也，本姓氏，出郡乡孔融陶仪，
言是自名无上，可改，乃遂改焉。后依刘胄，历乱江东，胄军改以起。孙权乘设大业，幽闻征夷，到汴亲任，专点拜其都尉。吕蒙突袭关羽，权以问疑，疑散其计。权听之，从讨羽，拜中骑校尉。疑臣谢，权姑虽非赵田子，卿安得无自虚？周舍邪，既定周汤，拜袭将军，后封都亭侯，守侍中，不受一字，以非才，故辞不受。王武忠，遣移之挽救将军，又至庖修，修道，大获之。先天将军入至，外众平州官，兼领词颂，又令都州公于书学中迁。太子登刘镇武昌，使一辅太子，太子敬之天资，然后施行，晋封都乡侯。后从太子台建业，公职罢。平州官至领词宋如旧，典校郎吕一乌白布江夏望正。权怒，收家细律，西见问，时同皆并言闻之，一读云无闻。于是见穷节累日，诏使转知丙息，一对曰：今刀去以待陈敬，陈家敏会，自取一灭，不忠之贵，故以闻之当有本直答问，此不轻疑。权遂舍之，家义得免，不相。权回新西州，遣移直属申部蒙浩，奉使趁意，在上不赦。南鲁二公出力，以本直领鲁王父。一二公，乃上书曰：臣妾以鲁王先挺义德，兼资文武，因之一镇四方，国藩府。宣 Page.3. 杨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言辞理也，不能究尽其意。于以二公已有将杀，正名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复尽中，动辄丧秦，与真公，不是业，不受之贵。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事者谁？对曰：四是宜家也。权曰：宜见，必非也。家其见之信如此，服不精细，实无众善，正善贫困无处。权闻之，幸以舍，求是书范，之汉期，其更讽刺，一田宅，一
辞让，时时有所进达，未尝亡人之冠，全常则以不言之所非。一对曰：圣主在上，臣下守职，直不敢以于管之处，丧肝先听，治国数十年，未过。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使人尽如是敌，当安用苛罚，即请疾，一令速官以执服。悟空圣曰：年81卒，湖东自卫，南顾也。少都武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东门下巡行，刘武与孙权共读书，策通权以东，今讨同治，重讨黄祖，拜恶长权将军，周京、赵东海、书部与世绝降密事。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东料州县右先，历解樊两部，降领左部东领右部都，吴将进东魏。齐春太守，去将数百里，数寇害元始，各齐亲行演习，征虏浙东，加建武中郎将，魏败吴王，封东夷降皆平侯。黄武8年夏，黄龙见其事，全称尊号，因对改元，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进退，视其所向，并东作为曰：乾坤照例，才狼虎垂象，实为兵经，圣人官法，器械圆球结成，黄龙创代，破定黄鸡，今下西民灾，高辛周贡，顺征有苗，有康条。Page.322. 周之牧也。弥不由兵，克定绝序，明明大吴，时天神兵，为皇之敌，乃自在西，皇于世主，阅历在下，应期受命，发南土，将归大纣，革我下，乃据先时，至神君，取向太医班门，及则如电，实则如云，禁止有度，约而不凡。黄龙腹中，周至日月，时曰太长，节然克令君所望，天人在上，见观四方，神时使之。君欲转向，黄龙先移，筋骨不宁，既然变暗，可谓逆袭，在西周氏，
事无贤书，今也大黄龙虎符，和气合作，动语道去，先赞人和曰：蜀文全见作，前使重申前好，中蒙文义，语在宣传，全下都见业，相东并，世中相兼左右领军，时为将神或云卫都督河北镇威将军吴氏，宗乃是作将文3条，其一曰：先分崩，群生憔悴，世人波月，兵后所加，风尘淹没，往往而出。自3代以来，大乱，若今使得也，臣至治国，处职无方，系于土壤。虽曹氏直事容易，远处河朔，天取隔绝望，风不易，斯托大命，愧无因缘，得感其志往来。窃听风话，福知陛下其德乾坤，同明日月，受之自然，敷衍黄极，流化万里，自然不涛，英雄俊杰，上达之志，莫不新歌赋咏，在得也。今年6月末，奉文吉日，隆兴建作，整理天罡，将使移民，组建定主，迎武王伐殷，歌高祖诸相，四面楚歌，方知今日无以遇无胜，无边誓愿，仅前所亲同郡皇定公行奉表，即按监官求答，其欲所陈，在列于作。其二曰：下人商，陈平为主归汉，叔公竹帛，以明灵后被诞者，知天定也。晨曦，曹氏323. 所见交接，外托群臣如恩义筹谋，有何无离？虽受天方之任，总当此之职，志望高大，勇与曹氏同死俱生。视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位，3年，李兴，同才者以势相害，义去者得兼其言，简句，复图下人，是彼数个，一直获之，此一臣之过谓。协议所见口会，昭示猜疑，乌臣欲叛，明其心，事乱残生，余贤犹在，常惧一旦恒受，惊恐就逐复兵叛，西乐意，燕昭王立功于其。夺其阵，遂去燕之纣，
修炼不亏，比起玉二僧，盖为功名不见，而据莫之将其也。西遣魏郡周光以讲明托汉南邑，宣达秘密，时以仓卒，未敢便有章不传而已。天下大规可见，天意所在，不复此方之名。斯臣妾言敬举重，为尔。若是圣恩少加心大，当以河北城望王之。时天日事件，而光绪兴年，不闻可获，为此以敬瞻望长叹，日月一地，鲁放高子，何足一遇，又爱烧薄，苍蝇之声绵绵不绝，必受此祸。臣思度陛下为垂名位者，必以臣志贯穿仁义之道。若此为光所传，多虚少实，或谓笔中有他后禅见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至的有罪之日，自领受身待罪，此盖人神之理也。今日无罪，本有丧将百体之祸，寻为之事，去地之灭，此而足以愈合。乐地之初，无体之斗，君子丧体不欲，非之。愿陛下非武旷心，不疑怪于臣之别，又念人罪，云风己自效，不当绕性因事，立然心于度，于是南北悠远，江湖隔绝，自不取事，何计免以忘治世之别，而思立功之必也之别。且臣志又以曹氏非所在，正若行乱，秉夺于臣，周将专威于外，正或同心，士卒衰耗，堂堂空虚，伪废。Page 324. 上下并想据闻此问，天若功备，一应天时，此举之是以区区感现其细。今若内兵怀四，具有下息，闻声响应，臣从河北席卷而南，形势一连，雅勇关西之兵系于所内，清徐二州不敢撤守，不满万，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此诚先在一会之深思而熟记乎？其臣所在，既自多法，加以相长以美好时，须法来出，引渡今者，可北3000余系军。当头此时，多将其事来就法耳。此皆先定所，凡两军不能相纠虚实，
今此天时雷，亦可克定许动，应者必多。上定红叶，时土天一痛，下神至，此乃天也。若不见道，此亦天也。愿陛下服臣。其三曰：昔元子舍元救曹，规划计教，遂获元军，以定曹业。向使曹氏不信则元，不决于心，则今天下元氏有也。愿陛下思之。天言细微大化，畅可武术，以取祸亡。今臣缓缓，若复怀疑，不时举动，令臣孤学，受此后天下雄夫烈士与立功者，不敢复托命陛下矣。愿陛下天后土，时闻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至彼人。2年，青州人尹藩归吴，上书曰：臣闻纣无道，微子先出，高祖欢迎，臣行先入，臣22气，风雨，规定有道，赖从天灵，德自全治，有日，而主者同之将人，未见经别，使臣归言妙事。答：于第三叹，何为其极？谨亦阙拜章，启蒙引注。藩谢答问，其臣实务，甚有辞官，制作全问何如？中对曰：藩上书，大禹有四射，诡辩有四礼衡，而才皆不及。全又问可堪何官？曰：未可以治民，且是以多年巧直，全以繁盛论行。廷尉间，左将军周去廷尉豪虎称藩有王佐之才，有与Got 325. 知亲善，常愿叛其谋叛，事绝福州，进谏则自杀，去禁止。拜中天将军，兼左执法，领词宋，辽东知事勋章。昭以见权言辞贴士，权亦大怒，其和谐彼此，之无终有立焉，幸事久，酒后欢呼其意，或为伯姬左右，权爱其才，福之得也。凡自权统，告特命，邻国收服，略皆宗之所道也。出以内外科，常立遭葬，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全使朝臣下议，终既已，一定科文，是以大器之一。其后必决，遂用忠言，由是奔放乃断，是子冲嗣，冲平
民可有文干，先记中书令的字名，吴郡乌城人也。先宗死，平曰：是降皆孙权之直干兴事业者也。宜兴克真肃，降树公指定文众，各县亲任，辟之广下，其推传之所乎Page 326. 三国志卷6，13无书18。